大家好，我係消防處助理消防區長潛水義林徐榮，今日會為大家介紹下我哋消防處使用緊嘅水下遙控機械人嘅。咁我哋大概喺18年度啦，咁有啲同事喺水下嘅一啲搜索裝備嘅展覽啦，見到一個即係遙控機械人都幾適合喺我哋嘅工作上面嘅。咁我哋就喺18年嘅10月就叫即係幾個唔同嘅裝備供應商嚟香港做測試啦。咁其實香港嘅海域都比較水流大嘅。咁最後尾我哋就揾到一部即係都幾適合我哋使用嘅水下遙控機械人。咁繼而就喺19年10月，咁我哋第一台嘅機械人就開始投入服務啦。咁之後用咗大概3、4年度啦，咁我哋綜合翻我哋使用嘅經驗同埋行動嘅需要亦都探索到另一款嘅機械人啦，比較輕便啲嘅。嚟緊都會慢慢即係向大家講解下我哋即係個使用情況啦。咁最初我哋引入機械人協助我哋做水下搜救嘅目的咧，都係有考慮到幾點啦，就係我哋過往嘅水下嘅搜索模式啦。咁以前我哋都係純人力嘅操作嘅，咁我哋都係用潛水員去做一啲水下嘅搜索啦。咁其實呢個對於我哋嘅潛水員喺水下嗰個風險都有一個工作風險。咁因為喺水下工作，其實尤其是香港某啲海域啦，受到天氣水流水下嘅能見度尤其是係水下工作時間嘅影響啦。唔知大家有冇接觸過潛水？即係休閒潛水，可能大家都會受到嗰個水下潛水時間嘅限制啦。即係我哋避免會係一個潛水時間係超過一個免減壓停留時間嘅。呢個就如果冇潛水認識咧，其實就唔係好知道免減壓停留時間係咩嚟嘅。我哋會喺一定唔同嘅深度喺某一個嘅時限裏面工作啦，就避免咗一啲比較繁複嘅一啲上水程序。因為我哋潛水員落水工作咗一段時間之後咧，係唔可以直接上到水面嘅。我哋會跟翻一個浮升嘅速度啦，去減低同時患上減壓病嘅風險啦。正正因為我哋過往係個工作模式都係純人力嘅，咁所以我哋就諗緊點樣可以減低同事喺水下工作嘅風險。其實我哋一路講緊都係照顧同事呢樣嘢嘅啫。咁引入咗機械人之後咧，咁其實佢係可以唔受我剛才所講嘅免減壓停嘅時間限制啦。如果佢有連續嘅供電，其實佢基本上可以喺水下不停工作嘅。咁所以而家我哋嗰個工作模式咧，通常都係因應唔同嘅情況，有機會係用人同埋機械人一齊去做一個水下搜索嘅。咁當然我哋引入機械人嘅目的都唔係話取代潛水員，因為喺某啲場景咧機械人喺水下做搜索嘅效率可能會高啲，但係某啲情況咧，反而我哋會派潛水員落去做搜索咧，個效率係更好嘅。咁呢一款咧就係我哋第一款使用嘅水下遙控機械人啦。其實佢好處咧就係佢個動力大，對抗水流嘅能力比較強。咁佢嘅工作深度可以去到300米嘅。配備咗前置嘅聲納探測器啦，同埋有機械手啦。啊水下嘅攝像頭啦，其實都係用嚟即係監測水下狀況啫。有標準嘅配置，例如電筒、反光燈嗰啲啦。佢最高嘅航速咧可以去到每小時大概500里。
咁但係佢就有一個短板啊，佢就重量比較重啊，相對70公斤，咁其實基本上都要兩個人先抬得起嘅。亦都係即係因為佢正正因為佢個航速相對快啦，咁喺對於供電嘅要求亦都比較高，咁可能需要一啲功率比較大嘅發電機先可以推動到呢個水下驗機人啦，所以我哋對即係攞電咧都未必係咁方便嘅，有時可能喺啲偏遠地區啊，尤其是佢又重啦，又需要有足夠嘅供電啦。因為香港有機會都會有一啲事故喺水塘啊，或者一啲儲水庫啊，都有機會用到嘅。咁所以變咗，我哋用咗幾年之後咧，就發覺用單一嘅型號咧，對於我哋嗰個工作嘅效率咧，就未必能夠話提升得太多嘅。主要呢部比較大型嘅機械人咧，都係喺海裏面使用多。咁頭先都講過啦，佢有個聲納頭啦。咁對於香港一般嚟講，個能見度啊或者視野比較差嘅海域咧，其實個聲納探測器對我哋都有一啲即係好大嘅幫助。咁因為我哋喺水落面可能能見度一般嚟講只有1至2米啦，即係都對我哋嚟講算係清㗎啦。咁有時係落到水根本就係乜嘢都睇唔到嘅。咁所以有咗聲納探測器之後，其實對於我哋喺水下識別一啲物件嘅能力係大咗啦。咁佢喺即係低頻嘅掃描嘅時候，最遠可以去到大概100米啦。咁如果我哋用高頻掃描，其實都可以有40-50米嘅。咁而另外一款比較小型嘅機械人啦，咁佢嗰個最大航速都有每小時3海里嘅，工作深度最高去到200米。咁佢最大嘅好處就係輕便咯。咁方便我哋帶去一啲即係冇直接供電嘅地方，因為佢本身都係用充電池啦。一啲簡單嘅配置，一個遙控啊，一個主機啊，一個線碌啊，咁就可以俾我哋使用啦。咁相對頭先比較大型嘅機械人就使用上面一定係快捷好多啦，喺設置方面。咁當然啦，佢嗰個機身較細啦，如果用喺海嘅話咧，佢抗流能力咧就未必咁理想啦。咁其實我哋喺使用機械人嘅時候咧，啲潛水員都會即係接受翻一定嘅訓練啦。因為其實我哋都唔係話放個機械人落去隨隨便便咁周圍去好似玩遙控車咁遙控佢周圍走就會揾到人。咁其實基本上我都會教佢哋一啲理論啊，或者搜索嘅方法啊。搜索嘅時候要注意啲乜嘢啊咁樣。咁而家大家圖裡面見到咧，就係一個我哋喺昂船洲潛水基地一個訓練設施。咁其實係一個模擬船艙嚟嘅。咁我哋就俾同事可以喺呢個船艙一啲狹窄嘅環境下去操作呢個機械人。咁由於個機械人都係得前後鏡頭啦，所以其實兩邊嘅環境基本上係睇唔到嘅，所以如果係入啲狹窄嘅位置咧，都要比較小心。咁見到我哋用個機械人個機械臂去將個即係假人夾出嚟啦。咁其實我哋考慮到即係個人體嘅完整性啊，即係可能有時個人喺水裡面浸咗多一段時間就好容易會有損傷啦。咁所以其實一般我哋教同事都係會夾啲衣物將個人士固定嘅。咁其實喺有啲環境啦，如果水唔係太深咧，我哋都同埋尤其是浸嗰個
目標物嗰個浸泡時間唔係太長咧，我哋都有機會可能喺水底帶佢上嚟嘅。但係如果調翻轉，佢喺水下面已經浸咗一段時間，又或者個水深比較大咧，我哋都會選擇用個機械人固定咗個人體先，再放潛水員去做拯救，咁樣就會比較安全啲。因為如果水太深咧，由個水底帶個人上嚟咧，會有好多因素影響，令到個我哋所夾住嘅一個人去會鬆手，因為有時水流嘅影響啊，又或者其他唔知嘅因素啊，可能有啲船喺水面經過，有啲亂流啊等等呢啲咁嘅原因。咁喺實際應用嘅成效上面咧，咁其實兩個機械人都可以因應唔同嘅環境去使用啦。咁例如一啲管道啊，即係可能係水渠啊，誒、一啲水淹嘅密閉空間啊。咁如果我哋喺對於呢啲咁嘅環境嘅情況都唔係好了解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先放機械人落去做一個誒先頭部隊，探測下裡面有冇一啲嘅隱藏嘅風險，先至派潛水員入去咧，其實係會更加理想啦。咁過往我哋去做搜索，正如我哋開始嘅時候講啦，都係用潛水員為主。咁一啲海上嘅任務啦，有時可能個搜索面積會有大嘅，可能講緊10至20嘅平方海里。咁就算細嘅，可能都有3、4平方海里。咁一般香港水域嘅能見度係低啦，咁有時即係頭先都講過，可能係零能見度，咁所以對於我哋喺潛水救援嚟講咧，係非常之大挑戰嘅。如果單靠潛水員做水下搜索咧，咁一嚟嗰個暴露風險嘅時長啦，係會好因應嘅深度啦，咁都會有影響啦，同埋體力嘅需求啦。有時水流大啊，我哋配合唔同嘅搜索模式，有時會順流，但係逆流嘅時候咧，其實對於個體力消耗都會好大。咁另外就係潛水時間嘅限制啦，因為我哋喺唔同嘅水深工作嘅時間都會有唔同。咁當然亦都會包括潛水員嘅耗氣量啦。咁順流嘅時候耗氣可能會低啲，咁當我哋逆流嘅時候咧，個耗氣量就可能會相對較高啊。咁樣亦都會對個搜索嘅成效有影響啦。咁所以我哋喺引入咗水下遙控機械人之後咧，其實我哋係一啲比較大範圍嘅搜索，又或者個目標位置唔係好肯定咧，咁其實我哋都會主要先用機械人去揾先嘅。咁如果可以揾到一啲疑似嘅目標，咁我哋先至會派潛水員落去，即係可能睇下嗰個目標物。如果喺個掃描影像裏面都唔係好清晰嘅，因為有時嗰個人喺水底受唔同嘅障礙物遮擋啊，又或者佢喺水下面嘅狀態位置唔同啊，咁其實都喺個影像咧未必睇得咁清楚，所以我哋咧有時都需要派潛水員落去做一個叫做排查嘅工作啦，睇下確認嗰個目標物係咪我哋要揾嘅嘢啦。因為亦都係水下能見度有時好差啦，單靠嗰個高精鏡頭咧，有時都未必睇得太清楚。咁當然如果水相對清咧，其實都可以好快 confirm 到，即係確定到嗰個水下嘅目標物係咪我哋要揾嘅嘢啦。咁到時亦都可以係派潛水員落去做一個拯救啦。咁喺人同科技兩個合作嘅關係裏面咧，咁其實係可以係為咗水下救援咧，都帶嚟一個比較大嘅效益嘅。咁呢幅圖咧就係我喺其中一個搜救行動裏面揾嘅一張搜索計劃啦。咁呢個搜索計劃咧，其實已經係一個比較細嘅範圍嚟啦。咁大概都係4至5海里啦。
咁呢個咧，亦都係正正我頭先講香港一啲比較大水流嘅地方。咁而且亦都係一啲貨船運輸貨船經過嘅一啲航道嚟嘅。咁所以有啲原因即係因為呢個位置係有座跨海橋喺度啦。咁某啲原因有人喺上面，即係都有機會跌落海啊，需要我哋去做救援。咁變咗係一個水流大嘅環境啊，又或者係一個誒航道上面啊，其實對於我哋嗰個搜索咧係非常困難嘅。咁喺呢啲時候咧，遙控機械人咧就相對會幫到我哋好多㗎。咁可以先用嗰個聲納探測器揾到一啲疑似嘅目標，我哋再先派蛙人過去，咁啊變咗我哋就潛水員冇必要去冒一啲不必要嘅風險啦。咁以下呢個片段咧就係一個我哋真實去做事故嘅時候嘅一個搜索啦。咁係新界一個曹公潭，叫做曹公潭嘅一個水潭啦。咁當時我哋都係試用緊一個小型機械人嘅階段啦。咁其實我哋係需要徒步上去嘅，我哋步行上去大概需要40分鐘到啦。咁潛水員都係要孭住晒啲氣樽即係後備氣樽啊、通訊設備啊等等。咁我哋大概用到40分鐘上到去。咁正正就係喺潛水員，即係咁水面大家會見到一個啦。咁其實佢係未孭氣樽嘅，佢純粹用蛙鞋、面鏡同呼吸管咁做一個快速搜索先啦。咁喺其他潛水員準備緊潛水裝備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已經放咗個標。咁其實放咗個機械人落去之後咧，咁我哋都喺一個比較相對快嘅時間啦，大概都係喺1分鐘之內，我哋就揾到個傷者。咁所以正如我開始嘅時候講啦，唔同嘅種類嘅機械喺唔同嘅場景係為我哋帶嚟到唔同嘅效益啦。咁而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用大型機械人嘅經驗啦。咁呢一個事故咧係亦都喺香港一個石澳一個土地灣叫做土地灣嘅地方啦。咁當日就有個人士啦玩水上活動，我記得係玩直滑板嘅，因為呢轉事故係唔去嘅。咁大概喺呢個灣對出嘅100米咁失蹤咗啦。咁我哋嗰日就接報之後咧，就帶埋個大型嘅水下遙控機械人。咁呢個事故其實有幾個好重要嘅元素，令到我哋成功揾到個傷者啦。咁始終大海茫茫，我哋即係揾嘅時候都未必一定有一啲方向。咁所以我哋必須要喺現場收集到足夠嘅資料亦都幸好目擊者可以即係提供到一個相對準確嘅位置俾我哋。咁於是乎，我哋就喺嗰個位置放咗一個定位嘅浮標，咁再喺呢個浮標用大概半徑100米嘅範圍啦，因為其實嗰度水深都唔係好深嘅啫，11米。咁如果即係跟翻由即係一啲物件由水面沉到水底嗰個比率，咁其實我哋畫呢個半徑100米都好足夠嘅。咁我哋當時喺呢個浮標附近就用咗機械人去做搜索啦。咁其實用咗個零鐘，咁我哋就成功揾到個傷者。咁個零鐘係咪好快咧？即係如果對於當然對於一個水浸嘅事故，個幾鐘係唔短嘅時間啦。但係如果對於我哋日常嘅水下搜索咧，其實以我嘅經驗，因為我喺潛水組都10年啦，
咁其實喺個零鐘裏面，我哋能夠揾到個傷者咧，係喺我過往一啲經驗裏面算係快嘅，因為始終水下嘅環境有好多影響啦。咁好彩今日即係嗰一日嘅呢個環境天氣唔係太差，亦都冇乜水流，水下亦都係相對平坦嘅狀況。咁所以我哋喺用聲納方面咧係更加方便嘅，因為佢一時有一啲物件拔咗出嚟咧，我哋用聲納去揾咧，其實係相對較容易揾到嘅。咁至於喺未來發展方面啦，因為我哋用呢兩款嘅機械人都一段時間啦，咁當然科技亦都係日新月異啦。咁其實我哋都諗緊去更換呢啲設備嘅，又或者引入一啲新嘅設備。咁其實我都知道而家有一啲水下用機械人，其實都已經配備咗一啲人工嘅智能可以即係透過程式去輸入一啲搜索嘅軌跡咁俾個機械人喺下面自己走動啊。咁其實對於我哋喺策劃搜救計劃方面啦，又或者因為長時間工作，我哋可能會換班啦。咁喺我哋換班嘅交接又或者喺制定搜索範圍邊啲地方揾過，邊啲地方冇揾過，係更加即係有系統啦。咁希望如果有一啲即係更好嘅系統，例如係水下一啲人體嘅識別系統，咁對於我哋嗰個搜索咧係會更加大嘅好處啦。咁希望呢個我哋亦係將來亦都可以見到啦。咁我今日喺度嘅分享就係咁多啦。咁多謝晒咁多位，唔該。